即係我剛才講嘅嗰個收銀機嗰個問題咧，當然就係即係銀行可能會覺得增加咗個經營嘅成本。其實而家咧就唔一定係叫做數銀機嘅，可能係稱銀機啊或者磅銀機，因為而家啲電子嘅磅咧都好敏感嘅，少少嘅嘢佢都可以計得到出嚟係有幾多量。咁我希望局長咧可以同銀行嗰邊傾一傾咧。另外一點咧就係即係我想問局長咧，你會唔會考慮咧就係真係同一啲譬如話小商販或者八達通咧，就係傾一傾點樣可以達至到咧係廣泛咁樣去使用呢啲電子貨幣喺一啲零售嘅市場。我哋都要考慮翻嗰個即係實際上嗰個情形啦，運作情形啦，唔係個個小商戶咧係中意有個八達通喺度嘅，即係佢又要有個好大嘅，要同八達通要做一個即係商業安排啊，又要可能有即係要唔係個個想咁做。而家好多市民咧係中意用稅錢嘅，去街市買餸啊，去俾交通費啊，咁諸如此類。所以我哋我諗兩者係會共存嘅。咁至於你話個商戶同個客戶之間用呢種嘅交易咧，可能好在乎咧嗰種即係嗰個交易本身啦。譬如你買餸嘅係幾多錢啊？你零碎錢係點樣找換啊？咁我諗隨住嗰個商業嘅運作咧，我覺得隨住大家即係發展不同嘅收費媒介咧，可能係最好嘅一個安排。